的观众朋友们，尊敬的来宾们，晚上好！纪念粤剧进入上海80周年文艺晚会现在开始。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是用晚会的形式纪念粤剧进入上海80周年的。在这里，我们汲取了部分剧目的片段献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哎，裴燕，你知道粤剧究竟有多大的岁数了？徐峰啊，您是话剧界的著名演员，对我们粤剧呢还不太了解。粤剧比起京昆等古老剧种来，还是一个小妹妹。它诞生啊才91年，进入上海到现在正好80年。哦，那么说，上海的粤剧是一个18岁，哎，错了，是一个80岁的小妹妹了。对，不过啊，80年前从浙江嵊县来上海唱粤剧的可不是小妹妹，而是清一色的男演员。是吗？他们一根竹筷，一支独鼓，一副拆板，在十里洋场唱出了第一声早期粤剧。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各位老听众，各位乡亲，新年马上就要到了，我向大家发个早年。今朝我为大家唱一段落地施工调《开春景》，唱得好，请送几块年糕，唱不好不要见笑。轻轻荡动，阴啊阳台，铃哦，铃哦，这就是落地唱诗的。铃哦，铃哦，哎。趁着春山春水啊流啊，春天那个春草是芳春啊牛，春花开在春园内，哎呀春鸟飞到个春是铃哦，这就是银娥调。生活的韵律。那时候的粤剧啊，没有乐队，所以是无伴奏的。哦，怪不得有人叫它这个低都班，也有人叫它呀男小歌班。对。从1917年开始啊，低都班3进生成，几经挫折，才在上海站住了脚跟。是吗？到了1920年啊，出现了第一支由3、4个人组成的专职乐队。先生明天迎来姊妹。哎，裴燕，这个专职乐队的建立啊，使说唱形式演变，发展成为完整的戏曲演唱形式，是不是这样？正是这样。那时候的粤剧叫做绍兴文戏，到了1923年呢，又叫做绍兴女子文戏。那时候的粤剧音乐唱腔啊，全靠4宫调当家。4宫调我知道，是不是那个盘福里金彩凤老师唱的那个官人你好比天上月？对，不过早期的4宫调呢，你肯定没有听过。没有。现在就请您和观众朋友们一起欣赏。好吧。这是
四宫调。是。那么四宫调时期啊，上海粤剧出现了3个代表人物，他们就是施银花、赵瑞花和王杏花。我听外婆说过，那叫三花。哎，这是他们保留下来的唱腔喽。对，这就是施银花老师的唱腔。施银花老师啊，是我们四宫调的鼻祖。当年他和琴师王春荣合作创造了四宫调。那么四宫调之后啊，粤剧的音乐和唱腔还在不断的丰富和发展。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粤剧音乐联奏。裴燕，听了四宫调以后啊，我想听一听梁祝中那种非常好听的唱腔。我知道了，你说的是猜调。对。哎，许峰啊，说到猜调的诞生还很有趣呢。怎么有趣？你快说说看。40年代初啊，前辈老师们摸索着改进、丰富粤剧的表现形式和演出手段。那么，从1942年开始啊，以袁雪芬老师为代表，对粤剧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他们从话剧和昆剧中吸取营养，建立了编导、演音美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创作体制。这在当时啊，是一大首创。对。那么，到了1943年11月，袁雪芬老师在演新戏《香妃》时啊，他引用的是四宫调。当他唱到那个哭头时啊，原来是3哭头。那么袁雪芬老师感情很激荡，就变成了3哭头，变成了一句叫头，就是“我那苦命的父啊”，这个诗韵呢提高到一个音，提高到索瑞定弦上。那么当时的琴师呢是周宝才老师，他对京剧二黄非常熟悉，马上配上了如诉如泣的旋律。那么是袁雪芬老师唱的是酣畅淋漓，观众们听的呢也是回肠荡气。就这样，类似京剧二黄的新唱腔猜调诞生了。怪不得戏曲音乐家刘如增老师说，猜调的诞生是粤剧音乐的一大革命。对。下面让我们共同来欣赏梁祝中的猜调唱腔吧。一兄儿
两兄你要这也不难，你家门大虽说好，可惜是如愿条条跟来谈。1944年冬，范瑞坚老师和袁雪芬老师合作演出《梁祝哀史》。范瑞坚老师在唱《山伯临终》时啊，又和琴师周宝才合作创造了粤曲新腔弦下调。弦下调我知道，是不是大多用在这个大苦大悲时？比如这个祥林嫂问苍天那段唱。对，像祥林嫂的天问、贺老六的临终都是弦下调。接下来请大家欣赏。
万劫苍茫不停，如玉度地不玉度地，心思苦有在此啊，聆听一段言，将名字留下了两代寡妇孤身啊间。指望并肩夫妻同到老，有谁知半路将离平一旁老娘
姑娘啊！不要痛，我死了死，大爸会照顾你们的。阿毛的，快下阿毛了，快下，他如今天天地作的。
呀，亲的老奶奶，快起来！哎呀呀，来！哟，这是一个小妹妹吗？这就是原派花旦方亚芬，好史继华老师。感谢方亚芬和史继华老师为大家的精彩表演。拍调弦下调的诞生啊，使得越剧声腔艺术的发展是到了崭新的阶段。越剧的各种流派不断的涌现。哎，徐峰啊，接下来你可得用心听。为什么？你得仔细分辨下面五彩缤纷的各个流派。心中中梦里那花丛，那故事可是你的当中。你过了门王困住人，心的苦来落无穷啊。小弟呀，本心安中初见面，怎梦你注定你真是逢，从此是千丝万缕相争去，为梦之海难相逢，此情一片难自持，马中绿草心不中，所有光阴的永远，阮小弟也在心下无用。起哄，你不给过为我红娘心一片，你不给七十三分龙神通啊！小姐呀，你是一为儿闹，一为儿愁，一为儿坏，一为儿空。那长生是一半儿相思，一半儿恨，一半儿思念，一半儿红。你明明想要当情妃，为什么今晚叫他一落空？小弟呀，你莫怕什么惊恐，我保过你，风不吹，草不动，全部逼成地状。但是这一红娘子，怕什么即将这般。你
啊。
真真真真啊！爱我相思为情深，我是自己真自林妹妹，今天是送不到京天堂人间，何必见曾经满意的风宝贝，托那个娘舅疼恩塞领。东当听，哎呀西当听，当听这佛文家有一份，就是住在马家门，马家个一门三居人，上子名叫马东进，次子名叫马东阿宁。三公子名叫马东兵，年方29、8与阿诺是同年同月同时人，个长得来是不正照地里跑跑，等等等等，圆圆问问，还是辛苦个父啊巨人，把侬阿奶来配人婚，林子灯笼样死人。这是一举人不上高官运，常愿还好生啊一生。我常愿夫人三为定，举人那是没得问。阿侬到各种家的人家去做人，农庄诚心是不拉成啊。
我个边关宝贝呀，叫他的我的哟，边关哟哎呀宝贝哟，阿玲是我个水兵哟。第五度娘侬是我个水杯牛，水心水杯多子牛，老太婆发飞的那娘亏牛，媳妇啊侬辛苦苦来起呼啊呼，也得媳妇来听人婆婆。阿玲从前太亏侬，那为今朝陪在是来生出。侬看你个跪到东，哎呀跪到西，几块的跪都是红月姑。媳妇侬三八不离，于是上月不主要去后上做，个各公睡觉也是到啊！你爷俩媳妇就有好几拉个，听从婆婆来对凤冠，高明夫人与农夫。啊
国土不得归来，我的家石峰啊，找谁呢？佩燕，我怎么没有看见这个林妹妹和宝姐姐呀？哦，我知道了，您对林妹妹和宝姐姐还情有独钟。那当然了，记得我小时候呀，就看到过这个电影《红楼梦》。感觉如何？感觉不错。比如那个唱腔啊、服装啊、舞美呀、灯光啊等等方面，印象非常深，而且呀，特别的留恋。是吧？甭说像您这样的国内观众了，记得1986年我们去法国参加艺术节，我们带去的戏呢就是《红楼梦》，是吧？当我们演到第3场就是共读西厢啊，大幕徐徐拉开，演员还没上场啊，灯光布景一亮相，观众们就报以热烈的掌声。裴燕，我知道了。因为这个人们对美的追求啊，这个全世界都是相通的，对，所以你们才会赢得如此的掌声。对，像越剧《红楼梦》《西厢记》《梁祝》还有《祥林嫂》呢，是我们越剧院的4大精品，也可以说是中国戏曲的4大精品。对对对，风靡了海内外，倾倒了无数的观众。那是。哎，甭说了啊，瞧，林妹妹她来了，我们下去吧。那行，好。
彩的表演，谢谢。下面请大家欣赏由吕派花旦孙志军为大家表演的《穆桂英挂帅》。啊。
粤剧在上海80年的发展中，有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那就是善于向兄弟的剧组吸收营养，而粤剧的本身呢，又不断被其他的剧种所吸收。且不说化妆造型、服装、舞美、设计等方面被广大的剧种借鉴学习，就拿名扬海内外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来说，它的主要艺术素材也来自于同名粤剧之中。我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1954年在捷克第8届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音乐片奖。下面请欣赏弦乐4重奏《梁祝》。好。
向兄弟艺术学习，吸收有用的，从而丰富发展自己。这是上海粤剧80年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啊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下面请大家欣赏向川剧、昆剧借鉴学习的行路挡马射雕片段。焦桂英哪里来？海神爷准了你的状纸，去到汴京捉拿王奎便了。当真？今有勾魂彩票。黑神爷将家里要给稳定啊，不忘桂英西山峰，看桂英地名我把路。跟个马是心上，是啊，你想家是个孤飞的王魁，他在那地位如上，山上作对，杀得巧子孤孤单单，啼啼将军，请留下心意在将军，你心什么？我来问你，你心什么？哦，我问他，他倒问起我来了。将军，我姓焦。哦。姓焦，不错。哦，我姓焦，姓焦，我姓焦，你姓杨，杨不杨，杨不杨，杨不。将军，杨彪看在将军你我的身上，岂不暖从？这个独眼，快去奔呐！像我一样，这才看他为何是此慌犯？我看他不知不觉竟是进宫门，等我进去冒叫一声。你可是天宝不敌，要把姐，快进宫！七月在这里，那
不行，不高兴，听不讲，不记。不行，你听不讲。你听我讲，不急，别动手，听我说，小丽。我当然听我一句，不听，你听我讲。那个小黄蜂，你听我讲。看你云
呀，金雕做美丽，离情不真。我是蛇在树雕，哪个蛇在树？你呀！哎呀，嫂嫂，人家在这树雕啦，人家在树雕嘞，雕在哪里？金雕飞着云层，我用人生追关键来，做了唐玉大嫂，我这想，
们委屈吧。哎呀，走吧。哎呀，委屈了。哎呀，妹妹，你这是管什么呀？哎呀，嫂嫂。对了，委屈了。走吧。放过来，妹妹，你起来了，我们走吧。上海粤剧80年的发展中啊，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好传统，那就是广大观众的热心支持和直接参与。对，因此啊，观众中呢有许多演唱好手。是吗？哎，徐峰啊，我们今天就请来了好多，请来几位那个观众好手。那么你想不想见面呢？那当然了。好，我们掌声有请，请。你好。那么你向观众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好吗？我叫董志柔，是上海保温瓶2厂的退休职工。那么您今天准备为大家演唱什么曲目呢？我今天学打更的片段里面的几句，影派唱腔。好，请欣赏。谢谢。面貌糊，只为云亮几眼福，一眼盯上远水路。君临四山，雄狮啊虎，今要奔下我好的路。谢谢。好，谢谢董老师，您的演唱有一种阳刚之美，非常的棒，谢谢。好，哎，尚老师啊，我跟您还是比较熟悉了，您是同济大学德语系的教师。那么借这个机会啊，而且听说您今天的演唱呢别出一格，借这个机会您和大家说几句好吗？我喜欢上粤剧，是因为我从小常跟我父母去观看老一辈粤剧艺术家的演出。现在作为一名德语教师，我经常有机会向来访的德国专家教授介绍粤剧，帮助他们了解这个剧种。我衷心的希望粤剧不仅能够在上海、在国内，而且在国外赢得更多的知音。
谢谢。今天我为大家用德语演唱《盘夫索夫》选段，观人好比天上月。Ach, mein lieber Mann, mein lieber Mann, du bist wie der Mond am Himmel. Als Frau bin ich wie Stern neben dem Mond. Denn der Mond strahlt, so leuchtet auch der Stern. Ist der Mond bedeckt, ist der Stern dunkel. Hast du eine schwere Last, so übernehme ich die Hälfte davon. Welche ernsten Sorgen hast du eigentlich, würdest du mir dein Herz nicht ausschütten? 尚老师啊，接下来我们得拜您为师，向您学习德语越剧了。好，再一次感谢您的精彩演唱。好，请。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啊，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位非常可爱的小朋友、小演员。来，您向那个台下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说说看，您今年几岁了？我7岁，叫什么名字呢？我叫百晴。百晴啊，那你准备为大家演唱什么曲目呢？哪一日？哦，范派小生。好，我们现在请小小范派小生为我们演唱一段。来。那一在街闹上说一滚，你在家有小姐妹，上顶上面坐的美，与兄弟大地大满就前来。我们的越剧的确是后继有人。好，我们再一次感谢小朋友的精彩演出。好，谢谢啊。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是啊，老一辈的越剧表演艺术家们也来到了我们的演出现场。我们的老院长袁雪芬老师正坐在台下观看我们的演出。现在我们就请徐峰啊，向我们的袁雪芬院长做个采访。袁老师，请您给大家说几句啊。亲爱的观众，我们越剧啊，它诞生在浙江省县，从诞生起只有91岁。进入上海呢，正好是80岁了。越剧改革呢也有55年了。为什么会改革呢？越剧在上海受到新文化的影响，跟观众的爱戴，我们越剧编导英美也帮助我们来进行改革，特别是受到了观众爱护以外呢，我们受到了那党的那个支持。在解放以后啊，把我们这个剧种从上海发展到全国，以致步上了国际舞台。那么现在我们又面临着世纪之交了，我们这个剧种怎么办呢？应当不断审视自己，审视社会。今天虽然我们万才间、福建乡、济源南、王文娟他们参加
到北京呢，春节晚会没有回来。我相信我们老一辈的都期待着我们年轻的一代，一代胜过一代来报答观众。谢谢。好，接下来请欣赏徐派小生钱慧丽和副派花旦程颖表演的《玉簪记》选段。有魂他不曾尽头梦雨。这个的诗稿送在清灯观，应当风骨正正。往后都是官方人，又在县头不问，为何不问？哎呀呀，好蹊跷也！今日天有四头，报元首年南京，将相亲就要万幸，怎那万幸跟成？哎呀呀呀呀！宝贝啊，是宝贝啊！哎呀，你让我死嘞！你让我死嘞嘛！你让我死嘞！哎，这是我身家之宝，岂肯还你？好啊，你若不还，我就把你当夫帖子告诉你姑娘去。去买。你告我什么？再告你奸
明得太离奇，平心待人言乱来是少年，可怜我要在先头不稳啊，昨年难尽百姓更恨。我要去亲吻姑娘。哎呀，姑娘啊，怎顾这说你难亲，万心更疼，是何意思啊？哎呀，姑娘，你倒是这困啊！这上远近所以陪。在我内适当的讲花路跑，也当归。正姑，君子必往过路卡，相恋怕难相配，君大心帮的名字。哎呀，一条腿，本宫啊，你要争取多。相恋，真情相爱，体会。对官出身见姑妹，更亲呀母亲啊一对。一骑登去，一去容易更喜，两情相依，空三回。暖儿葵花相思泪。他貌美，多亏送来居民呀呀，到底是爱意深深藏于内，今日见你。真是心系大光，大大眼王位，两心恩爱意难分，天子令我太人对，你自定听有情，一姊妹哦，愿乘风花雨不相累，你是一人不还云中去，我也魂飞霹雳，苦在今生我打不了你。娘你痛打娘你人，今生我打不了你，天子地你雷轰天劈，断水断家，求地求地，来自国国求门归，来自国国求门归。
上海越剧80年的发展中啊，还创造了戏曲演出中一种广受欢迎、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表现手段。这就是伴唱形式，也就是幕后的合唱和领唱。记得老师们说啊，第一次用伴唱是1945年的《绝代艳后》。这个伴唱啊，确实不错，它既可以交代时代、人物的内心矛盾、心理活动等等。这种形式呀，也被全国的各个戏曲剧种所接收。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由上海戏曲学校的学生们表演的越剧联唱。
为人会。
位观众、各位来宾，越剧进入上海80周年纪念晚会到此结束。本次活动的主办单位是上海越剧院、上海越剧艺术研究所，协办单位是意大利宝丽来洋酒公司和强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谢谢你们的大力支持。